箴言和合本第4章1至27節，眾子啊，要聽父親的教訓，留心得知聰明。因我所給你們的是好教訓，不可離棄我的法則或譯指教。我在父親面前為孝子，在母親眼中為獨一的嬌兒。父親教訓我說：你心要存記我的言語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聰明，不可忘記，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。不可離棄智慧，智慧就護衛你，要愛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智慧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。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聰明，或譯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換聰明。高舉智慧，他就使你高升；懷抱智慧，他就使你尊榮。他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，把榮冕交給你。我兒，你要聽受我的言語，就必延年益壽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導你行正直的路。你行走，腳步必不致狹窄；你奔跑，也不致跌倒。要持定訓誨，不可放鬆，必當緊守，因為他是你的生命。不可行惡人的路，不要走壞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經過，要轉身而去。這等人若不行惡，不得睡覺，不使人跌倒，睡臥不安。因為他們以奸惡吃餅，以強暴喝酒。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惡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麼跌倒。我兒，要留心聽我的言辭，側耳聽我的話語，都不可離你的眼目。要存記在你心中，因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。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棄絕乖謬的嘴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原文是皮，當向前直觀。要修平你腳下的路，堅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。